台南机场迫害疫情3级警戒，旅客定位大幅度减少之下，嘛减班营业。原本一天有7班次载客前往澎湖甲金门的日营航空，不过目前只剩拜一、拜五甲礼拜这3天，一天嘛只有1班飞到澎湖。另外，想要飞金门的民众，则需要到高雄去坐。每天一班改成1周3班，就是每周的2、5日这3天飞航。那配合3级警戒的整个延长，那台南机场从5月11号开始就有设置机场的快筛站，那整个快筛目前的运作情形都还很顺畅。那快筛目前台南机场进出旅客，就是离站旅客的部分，那快筛目前都是阴性，还没有发生阳性的部分。那目前整个快筛的比例大概有50%左右。那随着离岛这边的强制快筛，那整个我们台南机场这边的自愿快筛的比例也有逐步提升。那有关于疫情指挥中心配发到机场的快筛试剂，目前也都已经在这个星期3有到货了，所以后续的整个执行都没有问题。记者拜五来到机场，除了看见严格管控出入口，也有护理人员全副武装所设立的筛检站。旅客伫现场，或者是过去14天内拢无镜头的，会当依照个人的意愿看到要快筛。只一旦有发烧定镜头，卫生所除了协助快筛，嘛当执行 PCR 检测来落实防疫。航站表示，执行到达拢无阳性对象。至于旅客的部分，是因为现在在进入3级警戒以后，我疫情指挥中心也是希望说减少旅客的一个移动，避免跨县市的一个可能会有所谓的病毒带到离岛县市这一部分。那旅客当然我们的国人都非常的一个自动自发的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执行这一部分的一个减少移动的政策，所以目前来讲，整个旅客量的定位数也都大幅度的降低。那航空公司也都配合这个政策来适度的一个调整航班来减班。台南机场的国际线对去年3月18以后，包括飞越南、香港甲日本，拢全面停飞到达。现在国内嘛只剩飞澎湖。面对这波5日节，伫台南工作民众一家伙做好防疫，嘛趁机会刷回故乡探亲。我这次是返乡，就带2个小孩子回去，因为他们放暑假嘛，然后就回去给他们看爷爷奶奶。会不会担心？多少还是会啊。对啊。那觉得机场他们防疫的作为大概怎么样？我觉得做的也不错。你有做快筛吗？快筛我是还没做。航站表示，虽然疫情期间航班大减少，不过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以后，各航空公司嘛拢提名做好恢复航班的准备。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